如果唔係對小區有好高嘅追求，咁呢個位置買咩星河？大家好，我係阿班，今日帶大家睇一套惠陽開城大道嘅領盤，業主急售㗎嚇，全權委託俾我哋。大家知道啊，叫得開城大道嘅都係好繁華、好中心㗎啦，最繁華嘅一條街啦，亦都係好多香港朋友呢選擇咗呢個地方。樓下呢就係天虹，對面大潤發、西區市場，有深咗寫字樓喺度。樓下呢全部都係街鋪，嗰啲街鋪全部開晒。後面呢就係惠陽第六人民醫院啦，再過去呢就係惠陽高鐵站，交通都係好靜。今日睇嘅呢套房呢，產權係92個方，3房2廳1衛飛機戶型，屬於係廳大房間大，業主自己住嘅，維護得好靚。業主依家報價呢係60零萬，價單呢係7000蚊咁樣啦。大家睇啱咗嘅話，價單仲可以傾下嘅。客廳開間有3.5米都係好整啦。總結下呢套房嘅亮點啊，第一肯定係地段啦，開城大道最成熟嘅片區，商業配套繁華成熟，教育配套都好靚，交通好方便嚇，門口5-6個巴士站去邊度都得嘅。咁新淨咁成熟咁高嘅性價比，你話仲買咩星河啊？係嘛？呢兩日呢睇呢套房嘅客都唔少啊，有興趣快啲揾我啦。我係阿斌，鍾意咩房話我知。